長課沿途嘅靚景有時比能量膠仲補到你。最近睇咗好多課表，長課都有兩派，運動長派同埋長線來回派。而我呢個人真係唔中意兜圈，跑到第6圈我已經開始懷疑人生，所以我最後揀咗長線，一路跑一路睇住個景變化。今集講下我成日跑嗰2條路線，靚景舒服，仲有啲小驚喜。第一個就係港島北岸，一路望住維港，人多景靚，你會唔覺自己跑咗幾公里。經過灣仔中環嗰段，好多人影相行街，而你就一個人跑過去，嗰下真係會覺得自己同個城市唔同頻率。但係我只係專注於眼前，I saw time。第二個就係將軍澳海濱，視野開揚，海風大，跑友多，完全唔孤單。但最勁嘅係夜媽媽跑完去當期壽司6線回晒血。上課係辛苦㗎，但除咗目標、沿途嘅景色、跑友，甚至係當期壽司，都會成為你繼續跑嘅理由。呢個就係 Road to Marathon 第4集。